Hi， 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癌友茶記，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想同大家傾一個近年好多癌友都關心嘅話題，就係點解近年越來越多人由香港去中山、深圳做免疫治療？呢幾年只要大家加入癌症相關群組或者同癌友交流，都可能見過類似資訊。有人分享去深圳做免疫治療，效果幾好。正式開始影片之前，有個廣告時間。睇緊堅叔嘅你哋都係想了解癌症周邊資訊，正經歷緊治療中嘅你哋，有冇睇緊一啲方法係全天然又可以抑制到癌指數，同時仲可以減輕到治療中辛苦嘅副作用？堅叔有一款保健品推薦俾大家，已經有多個癌友試過，做完化療或者免疫治療之後，不斷肚瀉嘔，冇晒胃口，搞到冇精神，川渝醫學級褐藻靈，用上日本天然3重褐藻糖膠，加上高劑量桑黃，配合治療，服用3個月就可以見到效果，抑制異細胞達97%，仲可以改善唔舒服嘅副作用。去川渝官網 HKTV More 平台有售，認住褐藻靈呢個名，陪你走過抗癌路。內地有啲新藥，香港未有，北上治療多一個選擇。其實堅叔明白點解大家會關心，因為當一個人面對癌症，尤其係晚期或者治療選擇有限嘅時候，自然會想有冇其他方法，有冇新嘅藥，有冇多個機會？呢個心情堅叔完全理解。不過今日癌友茶記唔係想話大家應該去或者唔應該去，因為每個癌症情況唔同。堅叔想做嘅係幫大家拆清楚免疫治療到底係咩？點解深圳、中山近年吸引咁多癌友？去之前有咩一定要知道？同埋點樣判斷一個治療選擇係咪適合自己？其實免疫治療唔係一個新概念，但近10幾年佢喺癌症治療入面嘅地位提升得好快。以前癌症治療主要靠手術、化療、電療、標靶治療，而免疫治療就係另一個方向。簡單啲講，化療比較似直接攻擊癌細胞，標靶治療就係計癌細胞特定弱點，而免疫治療係希望叫醒自己身體嘅免疫系統，重新識別同攻擊癌細胞。其中最重要一類就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PD-1、PDL-1 抑制劑，例如 Pembrolizumab、Nivolumab、Atezolizumab 等等。呢類藥物屬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。人體免疫系統本身有一套剎車機制，避免免疫細胞過度攻擊自己。但有啲癌細胞好聰明，會利用呢個機制避開免疫系統。免疫治療其中一個目的就係解除呢個剎車，令免疫細胞重新發揮作用。點解近年多咗人北上做？堅叔覺得主要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內地近年癌症治療發展速度非常快，尤其深圳、中山呢啲靠近香港嘅城市，有大型醫院同腫瘤中心，交通方便，語言相通，對香港患者嚟講，比去其他國家容易好多。第二，有部分新藥、新療法，內地引入速度較快。近年中國批准使用嘅腫瘤免疫藥物數量增加，例如 PD-1 類藥物，內地已經有多款獲批，用於不同癌症，所以部分患者會覺得香港未必有呢個選項，或者內地有更多嘅臨床試驗機會。第三，費用因素，呢個亦係現實考慮。部分免疫治療藥物價格高昂，唔同地區嘅藥物可及性、保險覆蓋、醫療安排都會影響患者選擇。所以北上治療某程度係病人想尋找更多選擇。咁去深圳、中山做免疫治療有冇優點？有，但要講清楚，係優點唔代表一定適合所有人。第一個優點，可以接觸更多治療選項，例如臨床試驗、新藥方案、唔同醫院專科意見。對部分患者嚟講，多一個專家意見可以幫自己更了解病情。第二，部分大型腫瘤中心病例量高，癌症治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係經驗。醫生處理越多同類病例，對疾病判斷、治療調整可能有更多經驗。第三，交通距離近，相比去歐美、日本、深圳、中山，對香港患者相對方便，復診成本、時間成本都低。呢啲都係實際因素，但堅叔覺得去之前一定要諗清楚幾件事。第一，你適唔適合免疫治療？呢個最重要，唔係所有癌症、所有第4期患者都適合免疫治療。免疫治療效果受好多因素影響，例如癌症種類、PD-L1 表達水平、腫瘤基因特指 MSIH 狀態、患者身體狀況。例如部分肺癌患者，如果 PD-L1 較高，免疫治療可能有較好反應。部分大腸癌患者
如果有 MSIH 或者 DMMR 特指，免疫治療效果可能較明顯，但如果完全唔符合相關條件，效果可能有限。所以第一步唔係問邊度有免疫治療，而係問我呢種癌免疫治療適唔適合。第二，要知道你接受緊邊一種治療。免疫治療唔係一個統一方案，有啲係單獨免疫治療，有啲係免疫加化療，有啲係免疫加標靶，有啲係臨床試驗藥物。所以癌友一定要問清楚藥名係咩，有冇研究數據，唔好只聽呢個係最新科技，因為最新唔等於最適合。第三，副作用一定要了解。好多朋友聽到免疫治療會覺得唔係化療，應該冇咁辛苦，其實唔完全正確。免疫治療副作用同化療唔同，化療常見噁心、脫髮、白血球下降，免疫治療則可能引起腸炎、肺炎、肝炎，呢啲叫免疫相關不良反應，有啲情況需要用類固醇控制，所以唔係食完藥就算，仲需要醫生監察。第四，後續跟進非常重要，呢點係堅叔覺得好多癌友容易忽略。假設你去深圳、中山接受治療，但返香港之後，邊個跟進？檢查報告點解讀？藥物記錄有冇交接？呢啲全部要安排。癌症治療唔係去一次醫院打一針就完成，佢係一個長期管理。最後，堅叔總結一下今日內容。近年越嚟越多香港癌友去中山、深圳接受免疫治療，原因包括內地腫瘤治療發展快，部分新藥、新療法選擇增加，地理位置方便。但免疫治療唔係人人適合，亦唔代表去邊度做就一定比較好。真正重要係你嘅癌症類型、腫瘤特指、基因檢測結果、治療證據同埋醫療團隊跟進。我係堅叔，呢度係癌友茶記，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，講多啲癌症路上真正重要嘅事。